车倒换钱的人会倒，甲卖钱的人会意。甲因讲，有记载讲，我的厝要称作祈祷的厝。若是恁遮的，互伊做插收。市面的、拜卡的，伫典里就群耶稣，伊就伊互因督督，遮的祭司头甲经校师，看见伊所行的奇事，佮看见囡仔伫典里发讲，台北的互的啊，何山啊，就收去，甲伊讲。因伫讲的，你听见无？耶稣甲因讲：有。恁敢毋捌读到迄句讲，对囡仔甲食年的喙，你互蚵仔的话交臂嘛，就离开因，出城到伯大尼，伫遐休眠。第18节，搁早起倒来城里的时，耶稣要看见路边一丛无花果树，就挖滚去，满拢无，就用手拿定，就甲树讲：打了你永远无过结果子。迄丛无花果树两边高达以上。这时，咱要来请一名圣牧师来讲道。这名圣牧师，伊是玉山城院的副院长。伊所要讲的题目是“要互耶稣邀过的教会”。出来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啊！今仔日我搁一遍代表玉山城院来恁中间，做请安多谢而且也会当做玉山城院的工课报告甚至互我有机会当伫遮来分享上帝话。这个对我来讲是上帝恩典。多谢咱教会过去到大对玉山城院的关心甲奉献为着咱的关心我会当伫遮做短的报告互咱的关心会当更较集中吼，更能集中我们的关心会当更较集中所以目前玉山城院的工课是上要紧，就是即个综合大楼即个硬体建筑已经起好为着要赶即个6月12号的毕业典礼迄个拜堂内底现在正在赶快要完毕了不过需要整体完成的是可能到年底才完成我目前所欠的照院长2礼拜前的报告搁差不多差4000万所以慢咱除了每年的经常费咱有一个关心，有一个感动慢咱会当针对一个综合大楼会当奉献了做这个装潢的时候，可能就要每一间都要装潢包括原住民的文化馆包括国际的会议包括五星级的招待，因为过去有国外遮个人有因的心需要来奉献因的时间，诚做一个
义工啊，总是阮学校无所在吼，为因备办吼，所以才会从大楼去了后，有较侪人会当做志工来帮忙一山神学院吼，所以慢慢来为安尼来奉献。5年前我捌来遮，我有迄阵我嘛有回去吼，因为目前友善城伊的建筑拢是高著名牧师的时代起的吼，所以迄阵伊的意向是100个学生，总是阮目前吼，即个full time 的学生已经超过140个，所以即个空间非常矮吼，所以慢咱会当来关心来支持吼，友善城伊会当不但伫原住民的社会，会当伫亚洲吼原住民的即个教会的部分，也是神学的部分，会当做领导吼，会当做领导，会当做真好的见证吼。我知咱教会过去毋是只有对玉山城伊的关心，其他原住民的教会不时我有听到，咱教会常常关心原住民的事工，我伫遮也伫上帝面前恩念感谢。照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节我相信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同意甲接受耶稣所做2项代志，伫圣殿内就是赶走即个做生意的人请倒即个对我银子遮人的椅甲刀吼也咱支持耶稣伫圣殿内医好青眉甲白脚的总是有一项耶稣所做的代志，就是伫路边伊要倒转去耶路撒冷的时，伊看到路边有一丛无花果树，看即个一丛树满拢无啦无果子，所以了后伊命令即丛树讲你永远无过结果子所以即无花果树随后就孤单就两臂孤单所以即个代志，咱可能无法度完全支持，可能咱怀疑莫讲恁在座的兄弟姊妹，我做牧师，我做研究圣经的，我嘛怀疑啦，我无同意耶稣安尼做。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绝对无因为伊的腹肚枵了看到即丛无花果树、无树无果子和本说诅咒他，让他永远不结果子。我无相信为什么？因为主要有3点理由。第一理由就是讲，耶稣捌伫旷野40日无食无啉了后撒旦甲伊讲，将石头变做面包来食。耶稣安怎讲？人着活，毋是拄倚靠食物，爱看也久爱倚靠上帝的话这是伊讲的为什么伊只有带一枚尔？照圣经的记载，17节了后，伊去伯大尼去，过一暝，了后再去要倒转去耶路撒冷的时，伊枵，所以无可能。耶稣既然已经40日，已经赢过肉体即款的妖哥，我无相信一暝的伊的肉体妖哥另外一个就是。照犹太人的文化的价值传统的价值就是设处有人客对外口来入城城内人袂当不能亏待这些客人，一定要好好的招待他们，因为伫历史上常常发生这款的代志，特别是亚伯拉罕因的祖先，因为亚伯拉罕。捌款待一个陌生人了后，这陌生人竟然是什么呢？是上帝的天使所以后来这个犹太人就是不能错过上帝的祝福，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客人从外面来的是上帝派来的如果接触不好好款待时，就错过了上帝的祝福，
所以无相信讲耶稣吼啊，入伫即个伯大尼吼，就不会受到款待吼，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啊，特别是第三点，伫伯大尼遮吼，耶稣有真好的朋友啊，就是2个姐妹，叫做马大跟玛利亚。啊，咱在这2位姊妹吼，因有一个兄弟吼，叫做亚撒罗。啊，亚撒罗破病了死，啊，总是耶稣互伊对象中搁活。啊，所以耶稣对因的兄弟吼，安尼啊，付出遐尼济的即种的疼，甚至耶稣嘛是足疼玛利亚嘛，所以无可能耶稣伫伯大尼过几暝哦，他们没有招待，不可能。啊，特别是这马大哦，那么热心啊，这个厨房的工作哦，伊上高啦吼，因为伊捌做一个耶稣死后到保罗出现的这段期间，历史家叫做 Gray Area 灰色的那个年代，迄阵哦，足侪妇女为着教会，迄阵的教会毋是亲像现今的教会，做就是家庭式的聚会啊。迄阵马大呢，也就是一个 leaders 啊，常常来带这些妇女呢啊，来招待这个巡回的传道人哦，伊足热心来服侍这些人哦，所以无可能耶稣是主哦，都无款待，无可能。所以这个马大跟玛利亚绝对是有款待耶稣，他绝对耶稣没有恶啦。不论怎样，咱早起所读的圣经节啊，第18节吼，耶稣恶了。究竟这个恶是什么呢？这里啊，因为希腊文这边讲叫做epinasen 啊 epinasen， 到底这个妖歌是什么？上主要就是咱看这18节这个动词吼，18节早晨回程的时候，回程。倒转去耶路撒冷，倒转去耶路撒冷，引起耶稣的邀歌啦。他饿了，是因为要回程，这个回程引起是什么意思？就是讲，因为伊回程的时，伊在受着昨伊伫耶路撒冷的圣殿，伊赶走所有做生意的，伊以后车眉歹骹的，这款的现象呢？引起伊邀歌啦。为什么耶稣会把这样的事情看作非常要紧？因为圣殿的设立是照上帝旨意，应该圣殿爱遵探上帝旨意来行。既然圣殿是上帝的名来起的，应该圣殿爱完成上帝的工作，总是通过。才会做生意的，车眉歹骹无医好，这是完全无照上帝旨意在行，无完成上帝的工作，所以引起耶稣邀歌。所以看到路边这丛无啊可树，就看作是圣殿同款，叶遐尼济叶，亲像圣殿富丽堂皇同款。这款的规范制度要求标准。足济，亲像叶遐尼济同款，总是圣殿内底都无活命，亲像无果树无规矩同款。所以耶稣就把这个无果树比作圣殿然后来诅咒这个无果的冤枉的无结果子。来，小虽然更较完全理解。耶稣的邀歌，咱会当参考约翰福音，像约翰第4章，约翰第4章31节到34节吼，这边安尼讲吼，31节吼，这个时阵吼，伊学生甲耶稣讲，先生，请你来食。耶稣讲，我有食米是恁毋知的。学生讲敢有人摕什么物件互伊食吗？34节耶稣讲，我的食米就是要春探
找我来的伊的旨意，完成伊的工课。吼，所以伊的食物就是春探找见伊的旨意，完成伊的工课。所以安尼是真符合耶稣得转去耶路撒冷的时，因为圣殿已经无照上帝旨意做代志，无完成上帝所需爱即款的工课，所以呢，耶稣的邀歌哦，对咱所唱的信息哦，上帝通过耶稣邀请咱，无互咱邀歌，总是圣殿互伊邀歌，所以这样的情形看起来啊是非常的讽刺的画面。既然圣殿是照上帝旨意起的，总是教会无法度照上帝旨意行代志。咱的教会敢有可能照这个圣殿的脚步在行？咱教会是奉主耶稣的名来起的，教会敢有可能嘛无照耶稣的名来行代志，无完成上帝的工课？这是安尼的事，教会嘛有可能造成耶稣的邀歌。当然，圣殿的设立、教会的设立，毋是要造成耶稣的邀歌，应该是互上帝到的所在，上帝邀请人的所在。啊，上帝甲教会啊同在的意义，才是教会真大的目的。所以咱要怎样无互耶稣继续邀歌？咱的教会要怎样来做？我照咱今仔日所读圣经节，我要提出2点，啊，咱会当学习。啊，第一点就是我伫遮要提出第一点就是讲，咱的教会啊一定爱提供分享救赎的即款的功能，提供更较开阔啊，提供更较开阔即款的分享的救赎的功能。啊，当时耶稣看到这个圣殿引起的邀歌，就是上帝分享的救赎，因为制度的关系，本来是真开阔的上帝的救赎的恩典呢，受到限制，受到限制。也就是讲，上帝通过摩西讲啊。既若有人犯罪，也是无遵守律法，请这人会当牵因的牛甲油到圣殿来献互上帝。通过献祭了后呢，因的罪得到赦免。安尼，总是到耶稣的时代，就无法度将上帝遐尼开阔的即款的恩典继续在做。因为制度的关系，就是无人袂当直接对因的厝摕即个油甲牛直接去圣殿，一定要买，一定要兑换银钱才可以买。你不能也直接用现金也不行，所以兑换银钱的时候呢，他们也要拿一些利息在里面所以安尼是有足侪人都受到限制，无法度来买这个这祭物所以上帝这款的开阔的这款的救赎的恩典呢，受到限制所以受到限制了后，意思亲像强盗同款。本来上帝要救100个人赦免100个人，因为制度的关系，只有25个人会当，75个人都无钱，都无法度买这个祭物来献祭给上帝，所以因的罪无法度得到赦免。所以上帝这个救赎的恩典呢，受到限制，所以这段呢就变作强盗同款，强盗，所以抢了75个人得到神的恩惠的这些人，所以这段的变作强盗，所以甲这圣殿的变作插手同款。其实当时毋是无祈祷，有祈祷，这祈祷就是献祭。因为以前就是通过献祭呢，来求上帝来赦免，求上帝来祝福。
所以照历史的记载，一日超过7000以上啦。我看迄个英文的写是 thousands of sacrifice， 所以千万的这款的祭物来求上帝赦免。问题来啊，虽然是千万次的祈祷，总是耶稣看了无算祈祷同款。为什么？因为这的献祭拢是通过这个狭隘的制度呢，被这个制度牵着鼻子走的这种的献祭呢，当然对上帝来看，有关是功德啦，无法度开阔上帝的这款的恩典。当然，我毋知咱教会的制度、规范甲要求，敢有将上帝救恩的开阔，通过咱的教会传统的价值，将足济上帝旨意受到限制。其实，伫原住民教会，我有看到即款的危机啦。足济个啊，总是我会当伫遮甲咱讲一个例。阮以前诶旧山城伊诶院长啊，童春发啊，4年前伊诶后生要结婚，讲啊，倒转去伊诶母会啊，就是三地门乡马家乡回去来举行婚礼啊，总是教会有一个规范这主席无来参加了成人嘛无定定来可能一年一摆来无奉献，无迄个夜地奉献特别这个规范有写讲，对方如果是非基督徒，不能在教会礼拜举行婚礼嘛有规定特别这个童院长的这个将来的这个媳妇他们是巫师宗教的，就是传统原住民的这款的巫师的宗教是来义乡的来义乡的那种传统排湾族的巫师是很盛行的所以这袂当伫教会举行安尼，总是上帝恩典，佫有一间教会接受总是这毋是同牧师的母会啦，是外面的这教会当接受，因为无这款的规范，所以伫婚礼中间，这个巫师这个代表参加了这个婚礼，了代表家族代表来讲多谢的话，总是讲的是讲，这是我一生第一遍来教会，我以前毋知教会做什么，教会排斥我们。但是我这一次参加这个婚礼，我感觉教会遐尼温暖，无水讲道遐尼有道理，了因信耶稣，上帝救赎恩典通过这间教会有缘开阔，因为无一个制度限制上帝的宣告，上帝救赎的恩典，所以教会世事会当给无互耶稣要求的教会清清楚，咱所设的教会的规范标准甲要求，拢爱定定甲耶稣的旨意甲伊的恩典做对等，安尼是耶稣对教会这款的期待，都无造成伊的要求。第二，教会要一定爱做什么，才会当互耶稣无继续要求，是爱创造这个信心的感恩，创造信心的感恩。其实当时耶稣所看到圣殿，敢有感恩？有哦，伊嘛是通过献祭有感恩之祭赎祭叫做感恩祭所以嘛有奉献伫这个圣殿内底，总是耶稣看这款的祭物通过感恩来献的，有缘看做一个祭物
毋是讲即信心的即款的感恩吼，因为因的感恩拢是起造伫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就是因果论啦。好，因果关系，意思是讲，今年上帝祝福祝满满，我的感恩嘛是满满。上帝祝福一点点，那我的感恩也是一点点，拢是因果的信用。起造的因果的即款的信用的点明的感恩啦，所以毋是创造的即款的信心的感恩。所以你看，即款的因果的即款的感恩发生代志，发生什么代志呢？叫咱看咱拄仔读的圣经15、16、10迄边15就是祭司甲经下师看到耶稣所行的即款的神迹，佫看到囡仔伫遐大声感谢俄罗上帝。了，因受气啊！受气，为什么受气？因为因所看到即款的感恩毋是因果的关系，毋是因果的感恩啦，是创造信心的感恩啦。因惊吓啦，受气，即款的即款的反应呢，其实耶稣伫20章迄边捌做一个譬如来讲的，像咱看20章20章。第1节到即个15节迄边耶稣的譬如就是讲，有人请工人去葡萄园做工课，所以有个人是9点才去，有人下晡3点，上尾一个第6节迄边是下午5点去安尼，只有1点钟安尼。什么人受气？因果的信用会受气，因为早起的时，当然伊得到一日的工资嘛。伊受气就是讲，有1点钟的得到一日的工资啊，无因果啊，受气啊，无公平啊。所以即款的譬如，马上发现伫圣殿内底，因为遮个因果的信用的人，无甘愿看到这青梅歹卡伫圣殿会当做啥物工课？当然，青梅歹卡袂当做一日的工课伫圣殿内底啊，可能半点钟拢无，1点钟拢无，可能只有摸头期待上帝来，伊无法度创啥物。总是呢，耶稣毋是用因果来看因啦，耶稣用一日的工资呢来医好因啦。所以呢，这是超越因果的感恩。所以咱所以耶稣呢，看到当时的这个圣殿，引起伊要求，就是因的感恩起造伫因果关系的信用，条件式的信用。所以咱现今的教会，无继续照圣殿所行的，一定要创造一个信心的感恩。即款的信心的感恩呢，亲像路加所记载，路加福音所记载17章迄边，17章15节、16节安尼讲，其中有一个人就是10个太高的啦，有一个人看到伊家己好啊，要大声感恩上帝，要伊伫耶稣的脚前伫遐感谢伊安尼总是耶稣安怎讲第19节，耶稣对伊讲，起来，你的神救你所以这个时阵，耶稣看伊的感恩，就看作一个神。所以咱以前是信耶稣会当得到救，感谢超越条件式的感谢，感恩也诚做咱得到救的根据。所以安尼是才会当诚做耶稣无要求的教会。当然，咱嘛是常常看到咱教会，无法度脱离这个因果关系的即款的信仰。足侪个会当讲。我用今年即个年初，即过年的时，我去访问一个华人市有一个即个80几岁的即个阿嬷因为伊
伊个囡仔吼，就是不常常无常常照顾伊啦吼。迄阵我甲牧师娘讲，无咱去探拜访吼。安怎讲？牧师我袂要紧，囡仔无看我袂要紧。我相信上帝照顾我我会当得救。我嘛相信上帝吼，已经陪伴我吼，一个真水的伫天顶别墅同款安尼样。后就甲伊讲妈妈你怎么知道你在天堂有别墅因为我常常奉献我嘛奉献有山圣姨我嘛常常帮忙阮厝边的牧师特别是人医岛人医岛遐个教会，我嘛奉献10万5万所以呢，我相信我伫顶嘛有别墅上帝庇帮我安尼，这是因果，嘛是因果的信仰。当然，即款的信仰毋是只有会友，包括教会长老嘛有，牧师嘛有。其实我伫玉山城医，我服侍已经20年久吼。我会当讲，我10年前的服务嘛是因果论的。为什么因果论呢？因为我看学生较含慢的，我无爱积德因为积德因我会浪费太多的时间因为这个积德论文钱不多啦一个学期才4000块，一礼拜2点钟，一个月8点钟，4个月，哇，32节，所以你找一个较慢的不只是32节，可能80超过太多了这样，所以我们尽量就散这样。其实社会嘛是安尼，特别一般大学更是，因为我的学生要一考跟我讲，爸爸怎么办？那个优秀的老师都不指导我这样，因为他指导我他被拖下水这样，他的那个名誉就变不好啦，这样，他就没有那个累积点数要升等教授就没有办法有成绩所以那个好的老师就找那个优秀的学生这样，不然是安尼因果嘛。他为了得到好，他必须要找好才有一个好的结果嘛，拢是安尼嘛。当然有想伊袂当安尼做，总是人乱救。我承认我也是这样，我先人嘛是安尼。因为要知道，本来积德是应该是安尼老师30%已经太多了啦，70个学生才会对。总是你积德这较含班的学生其实是我们呢在替他写论文一样的呢，花那么多时间，结果一点点的4000块，当然啦，总是。感谢上帝，我未退休以前，就是10年前，我开始写论文的时，当然，这个教授毋是我开始写论文的时甲我讲，我完成了才甲我讲，因为迄阵我完成了，我就叫我的牧师娘做伙，要请一个老师食饭，因为完成了伊讲一句话。讲秦师母说，我跟你说这个一个很大的笑话这样这很大的笑话是什么呢？伊讲我接受指导你的先生有人打电话来，你不要接受这个秦牧师，你会花很多的时间，你会花很多的精神。他比较博士班，他比较含班这样。他英文又不太好，你要给他参考书到最后搞不好你帮他翻译呢。不要这样。我那时候我就在想，我就马上想到我以前，还好这个老师不像我，如果这个老师像我就没有这个机会。我心里一直很痛苦，
我又很感恩上帝，上帝为什么没有放弃我，让我遇到这个，是不是要叫我看得到我以前是错误的这样？所以呢，我很感谢神，我战战兢兢，我真的是流泪，然后感谢神，遇到这个好老师。如果他是像我以前那样，那我就惨了。然后呢，当然我在我的读书的时候，这个写的时候，这个老师花不少的时间没有错，还看到我可能有点累，又替我泡咖啡给我喝，然后累了稍微休息一点，开一个音乐给我听。我就想到，我哪里以前泡咖啡给同学，我哪里还放音乐给同学？我看到他累了，走回去，我就想到很痛苦这样。然后这个老师，我知道我花时间已经是2点半有了，已经超过了这样。这个老师呢，当然我肚子我不敢讲啊。这老师说等一下我已经叫人来，再过几分钟，那个便当会送到这里来这样。可是我就想到，师母12点钟图书馆下班回来，学生还在这里啊，快点叫他回去餐厅吃饭啦。好，就让他吃饭。可是我想到这个老师没有让我赶走，还为我预备，所以那时到那个时候，我回去我就开始找看航班的学生了。我只能这样做回馈。中午他还没有知道，他还没办法完成，我已经先煮饭啦，电锅饭先煮好了，然后呢，我也煮汤了。不顺有时来时，为什么还没有让他走？饭煮好了，汤都煮好了，你炒一盘菜就好了，让学生跟我们一起吃饭。关内者料，我发现上帝疼爱这些人。我再回头看10年前我所知道的论文的一些同学，在教会服务没有一个很好的可以让我感动的。可是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呢，这一群人让我感动。为什么？我就拿1、2个例子这6年前比较没，这个教会，这个中会派伊到这间教会，这个教会已经38年啦，拢是知会啦，信徒都在20位左右，没办法升堂会啦。这学生去能当升格堂会了，受任牧师了。有一个4年前比较没一样，那个教会也是不是堂会。他到那边一派到那边去，6月去，11月7、8、9、10、5个月，不到20位的平常的礼拜，90位了。为什么？当他们想要回馈我谢师宴，我拒绝。你们在教会的服事是最好的感恩，你们在教会服事成长有见证，是享贺对老师有回馈，所以我拒绝他们在餐桌上的谢师宴。这是超越因果关的付出，上帝奇妙的代志发生在超越因果关的信仰。世俗教会是创造信心的感恩，超越因果关的信仰。其实上帝的奇妙的代志一定会发生在咱的信仰的团体内底。当然，我知咱教会平常对其他教会原住民拢有关心，总之我愿意搁这边通过这段圣经节，咱搁这边来反省咱家己。咱可能咱教会无这款的规定，无设一个规范来限制上帝一个救赎。总是可能咱的心中咱家己可能有这个规范
因为咱对细汉受到家庭教育无相关的背景，即款的教育的背景甲文化的价值，都可以成为我们宽广上帝救恩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可能是限制的因素。亲像犹太人，因有传统的文化的即款的价值，不能拿撒玛利亚人的水喝，不能靠近撒玛利亚人，因为他们是混血儿哦，他们不是纯的这样。这是文化即款的价值，所以限制上帝超越即款的界线，就无法度开看上帝的恩典。可能咱家己有，咱唔知。当然，咱教会可能无设一个条件式因果关系奉献的办法，总是可能咱心内有。啊，时阵咱会当脱离即款的因果关系啊，即款的感恩的，我相信咱的教会无继续照耶稣所看到的圣殿，就是引起伊的邀歌的圣殿。咱的教会毋是安尼，是引起上帝满满的祝福的所在。请咱祈祷。感谢主，通过你的话，互阮知是既然圣殿是你的旨意所起的，教会嘛是照耶稣的名起的。当然，你的期待是会当造就较侪人，会当将你活命、你的救赎的恩典会当开阔，通过教会，求你帮助阮的教会会当符合主你的旨意，来完成主你的工作。或通过阮的教会总会所推动的101新八家运动，嘛是通过阮的教会会当有真好的见证。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